第一个，我想康轩董事长他绝对不是学生啊，那他是一个企业，他是代表一个企业啊，那这一件事情从头到尾啊，其实我们都是很清楚的。一开始就是他那个赖的接主就董事长下令要揪出这一个高规者，那公司的高层也承接了董事长的意志，要去做调查，然后做后续的一个处理，才会衍生后面的问题。所以今天如果这些事情是错误的，那康轩董事长或者是高层应该出来否定这件事情。那从头到尾这件事情他们不否认，也就代表说这些行为是确实的。那我们在意的是你这一件事情对这样的一个揭弊者、这样的一个吹哨者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对待，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法律不完备的一个情况，这样的一个对待，接着所衍生后面这个员工被霸凌的一个情况，那竟然公司的高层还可以讲说张贴在那边，那个在电梯口这样子2天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文字，他们是不知情的。那这些东西，我相信有社会公益概念的人都不能去接受了。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能接受，所以他昨天那个道歉，他根本不是道歉，所以我们无法接受。那至于说后续我们的一个抵制行动，我们在前天的一个新闻稿就讲得很清楚，我们所有的抵制一定是在维护学生的完整学习权的情况下去做进行。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相信我们会把这个放在第一优先的考量，所以我们前天的一个初步抵制是2项行为嘛。那接下来如果在今天董事长并没有出面回应，没有进行这样子的一个很正视这一件问题其实我们很在意的就是你企业的一个主管你对这件事情你根本是不在意的，而且你不认错那整个公司的一个文化，我相信这个都是一个很错误的一个示范。所以他如果没有针对这件事情做公开的一个致歉，然后针对这件事情所造成的一个后果去做一些补救，还有对整体社会的一个后面应该怎么来进行这件事情，还有包括他公司内部针对这些文化的问题去做处理，我相信大家都不会接受。那我们就会扩大，我们会找劳工团体、受雇者团体，那可能也不排除找一些家长，甚至是我们邀请一些关心这件事情的一些公益人士等等的我们一起来有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行动。那具体的行动我们目前还在我们大概有初步一个方向了。那是不是容我们如果说他今天都没有做处理，我相信这样对他比较公平如果今天都没有做处理，我们明天再来统一公布这样的一个行动的部分，让社会大众了解这样子。